歡迎收睇《危機觀察》，縱觀寰宇，洞察先機。我係伍俊瑜大宇。最近隨住印度同埋巴基斯坦之間嘅軍事衝突持續，網絡上邊咧各種嘅消息可以話係層出不窮㗎。有啲嘅媒體甚至係放出咗印度嘅陣風戰鬥機同巴基斯坦嘅殲10 CE 交鋒一觸即潰嘅文章。咁樣呢個消息到底係咪真嘅呢？印度嘅陣風戰鬥機係咪真係有能力同呢個殲10 CE 一較高下呢？印度同埋巴基斯坦係有關於4月22號喀什米爾地區恐襲事件而爆發嘅軍事衝突，目前已經係越演越烈㗎啦。印巴兩國之間已經係從小規模嘅輕武器對打發展去到火炮互射，甚至已經係動用咗呢個嘅戰機嘅階段㗎啦。而喺網絡上邊，相關信息嘅激烈程度亦都絲毫不比前線信息㗎。經常會出現防空導彈擊落戰鬥機之類嘅消息。最近仲出現咗巴基斯坦嘅殲10 CE 同埋印度嘅陣風戰鬥機喺空中進行咗一次一觸即分勝負嘅對決。其實呢個消息嘅來源係新華網喺4月30號嘅消息嚟㗎。消息當中就話，巴基斯坦軍方嘅官員就對當日對外宣稱喺呢個29號傍晚監測到印度軍喺目前正在交火嘅喀什米爾地區上空。於是乎，巴基斯坦嘅空軍就即刻出動咗佢自己嘅空軍啦。喺空中形成咗對峙。而巴基斯坦方面更加話已經係得知到印度呢一次係出動咗4架嘅陣風戰鬥機，但係喺面對住巴基斯坦空軍之後就好快咁樣回撤逃離咗。從巴基斯坦方面透露嘅消息可以睇到，雙方嘅戰鬥機的確喺空中係形成咗對峙，但係就並冇大家所想嘅咁樣發生咗激烈嘅空中戰鬥。今集大於同大家講講印巴天空對決，中國殲10 CE 擊退印度。喺節目開始之前，提提大家記得訂閱 WikiTV， 留言、讚好同分享俾你朋友知道。印度嘅唯一航空母艦已經係翻去到呢個加爾瓦爾港㗎，並且係停泊喺碼頭上邊。早幾日之前其實印度喺呢個嘅喀什米爾地區發生咗呢個襲擊事件之後呢艘航母係即刻係出港，並且係逼近咗巴基斯坦㗎。顯然就係想用呢一種嘅方式嚟到威懾巴方。但係由於行動匆忙再加上印度佢哋嘅海軍低下嘅戰備能力，當其時呢一艘嘅航空母艦並冇係以完整嘅戰鬥群陣容出動㗎，亦都即係話呢一艘嘅航空母艦雖然係逼近巴基斯坦，但係就並冇具備一個實戰嘅能力，所以喺海上飄蕩咗幾日之後就匆忙咁翻去啦。而家印度就顯然係對巴基斯坦進行一啲嘅試探。第一就係想睇睇巴方嘅反應到底係點樣，第二亦都想睇下呢個巴基斯坦嘅軍隊部署嘅應對能力又係點樣。可以話呢一次印度大張旗鼓嘅背後一定係有呢個喐手嘅諗法㗎。一旦巴基斯坦出現咗漏洞嘅話，被印度認為係有機可乘的話咁樣印軍就一定會迅速咁喐手嘅。不過今次巴方嘅反應可以話係非常之有力㗎。印度發出咗武力威脅之後，巴方唔單止喺阿拉伯海係試射咗彈道導彈，而且仲將呢個梟龍戰鬥機、SH-5型 155mm 車載加榴炮等等主力嘅裝備，迅速咁樣向印巴實際控制線附近就集結。印度並冇揾到巴方嘅一啲嘅軍事漏洞，所以遲都未有喐手。喺4月29號嘅深夜，印巴戰鬥機係都發生咗短暫嘅接觸。當其時，巴基斯坦軍方就喺雷達探測到呢個印度空軍就有4架嘅陣風戰鬥機喺印度控制喀什米爾地區嘅空域升空。巴嘅空軍亦都就好似有咗千里眼同埋順風耳咁樣，第一時間就監測到印度升空嘅呢啲戰鬥機喺呢一個嘅喀什米爾地區蠢蠢欲動。巴空軍嘅戰鬥機隨即就升空對峙。印度空軍呢一次就派出咗4架嘅陣風戰鬥機啦。其實呢個嘅陣風戰鬥機可以話係空中霸主嚟嘅，喺印度人眼入邊更加係王牌之中嘅王牌，大搖大擺咁樣嚟到喺印度控制底下嘅喀什米爾地區嚟到殺賴。但係邊個都估唔到嘅係，巴基斯坦嘅空軍飛機就好似超級獵手咁樣，一下子就鎖定咗佢哋。巴基斯坦 PTV 電視台嘅報導更加係繪形繪聲。
佢話印度嘅空軍咧嘅4架戰鬥機咧一露咗個頭出嚟咋，巴基斯坦嘅空軍飛機咧就好似天降神兵咁樣，瞬間咧就識別咗出嚟。印度嘅陣風戰鬥機咧，估計係見到咧巴基斯坦空軍咁樣嘅架勢咧，就被逼無奈咧咁樣撤離。巴基斯坦空軍嘅行動咧，可以話係乾脆利索啊，而印度戰鬥機咧就直接被嚇到魂飛魄散，咁啊驚惶失措底下咧就撤退。咁啊，電視台咧更加好驕傲咁樣講啊，佢話巴基斯坦空軍咧唔單止將敵人咧就釘到死嘅，仲咧展示咗係直接戰略底下嘅空中優勢。印度空軍咧喺我哋呢度咧係吃力不討好㗎。咁啊呢句説話咧講到咧大家都真係叫做熱血沸騰啊！咁啊呢件事件傳咗咗之後咧，巴基斯坦國內嘅情緒高漲啊！咁啊大家都喺度歡呼慶祝，嗱嗰個場面咧可以話比過年更加之熱鬧。咁大家都喺度熱烈討論緊，到底係邊一款嘅戰鬥機能夠立下呢一個嘅戰功呢？嗱，目前咧印度嘅媒體雖然係證實咗當日確實係有陣風戰鬥機起飛，咁但係咧就好似縮頭烏龜咁樣，死都唔回應，到底係咪遭受到巴基斯坦空軍戰鬥機嘅部隊佢哋嘅攔截？不過從巴基斯坦呢邊嘅情況睇嚟咧，真係做咗萬全嘅準備㗎。喺喀什米爾戰區入邊，巴基斯坦部署咗 JF-17梟龍戰鬥機同埋殲10 CE 戰鬥機。嗱，咁樣就意味住出動攔截印度空軍陣風戰鬥機嘅好大機會咧，就係呢兩款空中猛將其中一位。咁啊，如果真係要喐手嘅話，咁樣殲10 CE 戰鬥機同埋 JF-17梟龍戰鬥機喺巴基斯坦空軍預警機、電子戰機同埋地面雷達嘅保駕護航底下咧，可以話係不得了嘅。嗱，雖然表面上嚟睇咧，印巴戰鬥機咧並冇發生好激烈嘅對峙，咁不過印巴之間一向都係呢個勢成水火啊。兩國嘅空軍咧之前都爆發過多次激烈嘅空戰，就好似喺呢個2019年啦，印巴空軍咧就爆發咗一場嘅空戰，導致到印度空軍一架米格21嘅戰鬥機被擊落。而家處於印巴緊張對峙嘅時刻，雙方戰鬥機升空咧，可以話係做好咗喐手嘅準備。咁所以呢一次印巴空軍戰機嘅呢個短暫接觸，實際上咧係真係爭啲喐手㗎。如果印度空軍嘅陣風戰鬥機咧並冇跪低，而係同巴基斯坦空軍戰鬥機發生激烈嘅對峙嘅話，咁樣雙方咧真係有可能打起嚟㗎。咁但係點解咧今次話印度係嘅空軍喺關鍵時刻跪低咧？因為咧之前印度空軍咧覺得自己有極大嘅優勢啊，面對住巴基斯坦空軍咧一向都係趾高氣揚。咁就例如頭先講到2019年嘅呢個印巴空戰啦，就係因為印度空軍挑釁所引發起嘅。咁按照印度空軍以往嘅做法，喺印巴緊張對峙當下，印度嘅陣風戰鬥機見到巴基斯坦空軍戰鬥機咧，即使唔發動攻擊啊，亦都會進行一啲挑釁或者激烈嘅對峙。咁但係呢一次咧，印度空軍4架嘅陣風戰鬥機一見到巴軍嘅空軍戰鬥機咧，就升空之後，竟然係選擇咗迅速咁樣逃離當個嘅接觸區。其實今次爆發衝突嘅咧就係喀什米爾地區啦，可以話係英國殖民者為呢一個嘅印度同埋巴基斯坦呢兩個國家留低嘅一個火藥桶啊！嗱，原本兩個國家咧都係共同屬於英國殖民地管治嘅，但係咧紛紛宣布獨立之後，英國咧並冇將呢個喀什米爾地區明確咁樣劃分俾任何一個國家，以至於咧兩個國家都想要得到呢一度。嗱，儘管聯合國曾經係對過呢個喀什米爾問題咧進行過調停，亦都根據地理嘅情況啦、種族啦以及係宗教等等嘅情況咧，將喀什米爾地區咧進行咗劃分。咁但係呢一度咧就依然成為係兩國之間嘅軍事衝突頻發嘅地區嚟㗎。咁啊，從地圖上嚟睇，喀什米爾地區咧並唔係大家所想像嘅一條直線嘅劃分，而係一條曲線嚟嘅劃分線嚟㗎。咁啊，南方咧就屬於印度管理嘅喀什米爾地區，有好大嘅一部分咧係向北咁樣探出嚟。咁呢一次印度起飛嘅戰鬥機就係從喀什米爾地區嘅機場起飛嘅。嗱，如果印度所使用嘅戰鬥機真係法國所生產嘅3代半陣風戰鬥機嘅話咧，咁樣從喀什米爾地區去到巴基斯坦首都伊斯蘭堡咧，就只係需要幾分鐘嘅啫。咁所以從發現印度戰鬥機升空到緊急反應，
起飛冷捷，巴基斯坦空軍嘅反應速度同埋效率咧，可以話係咧非常值得稱讚嘅。好啦，咁今次印度所使用嘅就係陣風戰鬥機啦。咁巴基斯坦用嘅又係咪真係我哋嘅殲十 CE 呢？點解網友咁希望殲十能夠出現喺呢個戰場上邊呢？嗱，其實喺巴基斯坦同埋印度多次嘅軍事衝突當中，雖然喺呢個地面交戰當中係互有勝負，但係空中較量咧一直都係巴基斯坦方面佔優㗎。並且咧係仲上演過用美製嘅 F-16戰鬥機成功擊落印度嘅俄製蘇30戰鬥機嘅出色戰績。咁大家可能會覺得奇怪嘅，喂，點解巴基斯坦會有美製嘅 F-16戰鬥機嘅，而印度就係俄製嘅？點解咧？而家又忽然之間換咗生產商嘅咧？嗱，其實巴基斯坦同埋印度咧，佢哋整體嘅國情係比較相似㗎。本身咧並冇一啲好出色嘅軍事工業生產能力，咁所以咧只能夠通過不斷從外部咧嚟到購買一啲軍備嚟到充實自己嘅國防。而美製 F-16咧，其實就係幾十年之前咧，好老實講，真係可以話係佢嘅性能咧係好出色嘅戰鬥機嚟㗎。喺戰績方面咧亦都幾令人滿意。咁所以巴基斯坦咧就陸續咁樣從美國購買咗大量嘅 F-16。咁同人哋印度嘅軍隊咧亦都係相同嘅情況，只不過咧當其時印度選擇嘅就係載彈量更大、對地打擊效果更加之突出嘅呢個俄製戰機。相對嚟講咧，巴基斯坦同埋印度咧，雖然都係呢個曾經同屬英國殖民統治，咁但係獨立咗之後，兩個國家發展嘅方向咧係有所不同㗎。對於軍隊嘅管制都唔同，咁所以咧喺巴基斯坦軍隊上邊咧就好少或者基本上唔會見到咧一啲豬隊友嘅操作導致嘅事故同埋意外。簡單啲咁講啦，就係武器咧都係俾人用嘅，咁啲人唔得嘅話，武器自然就唔得啦。咁樣點解而家嘅印度同埋巴基斯坦咧都會換咗已經使用多年制式嘅裝備咧？自從2019年喺軍事衝突當中咧，被巴基斯坦嘅 F-16配合埋地面雷達站咧，咁樣接連受到重創之後，或者咧印度真係痛定思痛啦。佢唔單止從法國採購咗陣風戰鬥機，而且亦都找緊時間喺包括喀什米爾地區咧，係修建咗後勤嘅設施，維修咗道路。而巴基斯坦方面咧，就係因為同美國嘅關係逐漸咁惡化，同我哋國家咧就逐漸發展成為巴鐵啊，咁所以咧喺軍事工業體系啦、後勤供給等等方面咧，都開始咗大規模向我國靠攏，同我哋國家咧仲共同開發咗梟龍嘅同時咧，而且仲採購咗被稱為4代戰鬥機當中嘅天花板嘅殲十 CE。其實如果單純以戰鬥機嘅性能嚟講咧，法國嘅陣風戰鬥機同我哋國家嘅殲十 CE 咧，可以話只係存在啲相對唔係好大嘅差距，或者可以話大家都係各有千秋嘅。例如2001年開始服役嘅陣風戰鬥機，最大嘅飛行速度係1.8馬赫，喺理論掛載9.5噸載彈嘅情況底下咧，能夠飛行3700公里。而殲十 C 最大嘅飛行速度同樣都係1.8馬赫，最大嘅載彈量係7噸，最大嘅航程咧就係3200公里。嗱，呢啲數據上面咧，好明顯咧就見到啲陣風似乎係佔有優勢喎。咁但係咧喺航電系統啦、機載雷達呢啲軟件方面咧，殲十 CE 咧就好過陣風啦。並且印度咧仲用自己生產嘅最大射程得110公里嘅阿斯特拉導彈，更換咗佢哋原本有嘅呢個米卡導彈。而殲十 CE 咧就有200公里射程嘅霹靂15空對空導彈。簡單啲嚟講咧，就係睇得更加遠啦，打得更加遠。喺呢個殲十 CE 嘅面前咧，陣風嘅優勢只係能夠咧對地攻擊嘅啫。咁喺空對空作戰方面，除非佢可以咧匿到100公里以外先至咧備受攻擊啦，否則咧好難有一戰之力㗎。而殲十 CE 戰鬥機嘅有源相控陣雷達咧已經係標配，因此咧就直接削弱咗印度空軍戰鬥機嘅優勢。實際上咧呢個巴鐵嘅空軍裝備嘅 JF-17，即係我哋叫嘅呢個梟龍戰鬥機咧，亦都同樣係具備咗有源相控陣雷達呢個設備。因此咧就令到印度空軍徹底咁喪失咗佢哋嘅優越感啦。印度喺購買咗36架陣風戰鬥機之後咧，已經有好長時
時間咧並冇討論咧係咪要購買更加多嘅陣風戰鬥機，就突顯咗印度空軍嘅無奈啦。嗱，印度而家目前咧已經係積極喺度推動5代戰鬥機嘅開發啦。咁啊喺解放軍公布咗殲 35A 戰鬥機之後咧，印度媒體就即刻推出咗新版本嘅5代戰鬥機嘅想像圖。咁啊，根據外媒嘅報導，喺巴鐵之後咧，已經有新嘅國家咧計劃購買殲 10CE 戰鬥機嘅啦。而呢一次咧就係孟加拉國。咁啊，實際上孟加拉國咧原本咧係屬於東巴基斯坦嘅，咁啊最終咧就被印度肢解，從而咧就有咗孟加拉國。印度咧一直都喺度提防呢個孟加拉國同埋巴基斯坦嘅合作，咁因此咧就隨住呢個孟加拉國咧，好有可能會購買我哋中國嘅殲 10CE 戰鬥機，令到印度嘅玻璃心咧就再次碎到一地都係啦。孟加拉國喺2024年遭遇咗政壇嘅變天，已經係令到印度非常之尷尬㗎啦，因為一度支持嘅孟加拉國總理咧就被逼離開孟加拉國，目前咧就喺印度進行緊政治避難。咁啊，而呢一次印度空軍喺關鍵時刻跪低咧，其實亦都係有原因㗎。首先呢件事就説明咗咧，印度空軍嘅一個短板。就係咧，佢並冇引申戰鬥機。不管印度空軍點樣去吹噓陣風戰鬥機都好啦，陣風咧畢竟係一架不具備深度引申能力嘅戰鬥機。咁啊，有啲人話佢係3代半，有啲人話佢係4代半，不過唔緊要啦。總之佢就唔係好具備深度引申能力啦。咁啊，呢個陣風戰鬥機咧，一旦升空咧，靠近印巴實際控制線附近咧，就必定咧會被巴基斯坦嘅雷達同埋預警機所鎖定㗎。咁一旦鎖定咗陣風戰鬥機，咁樣呢個梟龍啦同埋呢個殲 10CE 咧就可以迅速咁升空，有力咁應對。咁啊，其次巴基斯坦空軍咧日前更加展現咗佢呢個霹靂15空對空導彈啊！嗱，呢款導彈咧對呢個印度嘅陣風戰鬥機掛住嘅呢個流星咧空對空導彈可以話係更加之先進。印度空軍咧非常之清楚，一旦自己喐手嘅話咧就好難佔有上風㗎啦。咁所以咧今次唯有出奇地跪低咗啦。目前巴基斯坦空軍擁有接近200架嘅梟龍戰鬥機，同埋最少20幾架嘅殲 10CE 戰鬥機，再加埋咧 ZDK-03 預警機同埋紅旗 9B 遠程防空系統，而家印巴空軍之間嘅實力差距咧係幾十年嚟最細嘅。咁啊，甚至咧巴基斯坦空軍咧仲喺部分咧嘅方面咧係佔盡優勢添。而巴基斯坦空軍實際上佢嘅能力咧嘅提升，事實上喺一定程度上面就避免咗衝突嘅爆發。因為印度空軍咧如果冇十足嘅把握，能夠打敗呢個巴基斯坦空軍嘅話咧，咁樣就冇信心攞到制空權，咁樣印軍發動戰爭嘅可能性就會大幅咁降低啦。最後大於咧想提一提嘅就係印度有一位國會議員啊，叫做杜貝啊，可以話係語不驚人誓不休嘅典型代表。喺4月27號，佢居然咧大放厥詞咁話巴基斯坦咧將會喺2025年年底分裂成4個嘅獨立國家，印度咧將會完全佔領喀什米爾地區，仲話咧穆迪總理咧就會報復，咁啊導致到咧呢個嘅巴基斯坦咧就會解體，咁啊要將巴基斯坦咧劃分為呢一個嘅俾路支省啦、普什圖省同埋咧旁遮普3個嘅獨立國家添。但係其實咧我睇翻轉頭，其實印度自己國內咧可以話係亂過亂世佳人啊！各種嘅矛盾衝突不斷，而家咧仲喺度發白日夢，仲要全力去攻擊一個擁有核武嘅國家。喂，佢個腦係咪出咗啲咩問題咧？嗱，綜合以上嘅數據同埋目前嘅情況嚟睇咧，大家咧都係希望能夠喺戰場上邊見到殲 10CE 大發神威，咁所以咧亦都希望呢一次咧令到印度鎩羽而歸嘅主要力量就係殲 10CE 啦。不過喺官方公佈之前咧，我諗呢啲都係我嘅猜測嚟嘅啫。呢度係屈機觀察，我係伍俊瑜大宇，我哋下一集再見。最後記得訂閱我哋屈機 TV 嘅頻道，留言讚好同埋分享俾身邊嘅朋友。我哋下集再見啦！